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台语教室。因为五日节要到啊，所以今日咱要来讲五日节的一寡风俗。この番組は無人贊助就可憐的，希望大家當多多支持でお願いします。娃娃 TV。什麼是五日節呢？五日節呢是伫咧舊曆的5月初5的一個節，華語呢叫做端午節啦。端午節台語呢就是五日節，嘛有人講是五月節。因為伫五日節的時陣，大家攏會食肉粽嘛，所以嘛有人叫伊肉粽節。粽呢其實有足儕種的，咱台灣人定定食的，毋是肉粽就是菜粽，無就是雞粽。講到肉粽呢，就一定愛講到北部粽甲南部粽。阮南部的肉粽呢，基本上攏會有包土豆、控肉、香菇甲鹹仔兩仁，有的呢閣會有包蝦米。而且阮咧包的時陣，粽葉仔內底咧是用青米、青純米啦，然後包的了後咧，等落去水內底用撒的。北部粽咧，甲阮南部無啥共款啦，因是甲料甲糯米下落去做伙炒的，炒到強要熟的時陣咧，較用粽葉仔甲包起來，閣摕去吹互熟。基本上咧，阮南部人講這是用粽葉仔包起來油飯，拜託北部人莫來甲我罵啦。好，除了北部粽甲南部粽以外咧，大家敢知影中部嘛有一個中部粽？這是我咧找資料的時陣發現的，感覺足趣味的，來甲大家分享一下。啥物是中部粽咧？中部粽咧寫做安尼，華文咧號做小波塊，台語叫做肉粽角。伊是用孔克力落去做的，主要是放佇咧海岸邊來防止地形去互海洋破壞去的。因為伊的外形足親像肉粽的，所以就叫做肉粽角。想說肉粽角會比做中部粽咧，因為中部較早有一個立委號做顏清標，因為伊有烏道的背景嘛，所以大家佇咧講生笑，講若是甲得失着吼，隔工就會互包做肉粽等入去海內底。阮高雄的陳佩維走去台中甲因囝競選立委的時陣，大家就講陳佩維真正好大膽，攏毋驚比做中部粽。好。五日節咧，除了食肉粽以外咧，閣有爬龍船。佇台灣咧，五日節爬龍船比賽會當講是一件大代誌。佇過去為舊曆的5月初一開始咧，就愛佇道士的引領之下，燒香點爐、爬龍船、拍龍鼓、甲水比去車水神。刷落來咧，閣愛決定爐主甲頭家，隔日咧，閣愛開龍船會來參詳有關的代誌。佇五日節迄天的早起咧，選手咧就愛先祭拜龍船，甲香火插佇咧龍船頂，希望會當得到勝利。然後閣愛甲龍船捲起來，準備落水去比賽。沿途民眾嘛會燒香禮拜，對手的龍船來的時陣咧，我方這邊咧嘛會拍鑼摃鼓來表示歡迎，這就是接龍船啦。爬龍船的比賽咧，基本上攏是佇咧一寡無海湧的河川內底進行。一擺咧，攏會有兩隻龍船來共同比賽，船頭咧攏會插一支紅色的三角旗，也是紅色的長高形的旗仔。旗仔頂咧基本上攏會寫着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這的字句。船尾咧嘛有一支寫着水仙尊王的三角旗。我即擺講的咧，攏是較早以前的傳統啦。即擺咧有誒攏有足儕隻船做伙咧比，有誒嘛無看有插啥物旗仔。好，一切攏準備好以後咧，比賽就開始咯。象先到終點，家旗仔背起來，象就是優勝者。我會記得我細漢的時陣咧，若是到五日節，我阿公咧攏會帶我去愛河邊去看人的爬龍船的比賽，真正是緊張佮刺激。好，除了肉粽、爬龍船以外咧，佇傳統上五日節，大概閣會佇門骹口插用紅紙包起來的香草、青仔枝佮菖蒲，費力就是一擺安尼甲插的，安尼就會當撇射。咱台語有一句俗語咧講吼，插青較勇靈，插兄較勇健。意思就是咧講吼，佇五日節插青插兄，安尼就會較勇健、較健康啦。有大人咧嘛會摕香草來洗身軀，聽講安尼會當防止中毒甲健身哦。好，佇五日節咧，閣有騎卵的風俗。佇平常時咧，要互卵騎咧無簡單。毋過聽講吼，佇五日節咧中晝12點的時陣，甲卵摕來騎，伊就會騎掉的。所以即擺逐當咧，攏有足儕大人囡仔咧做試驗，我是無做過啦。真正佇五日節咧中晝12點，卵會較好騎嗎？歡迎大家來甲我分享一下哦。好，安尼以上咧就是有關五日節的分享，祝大家五日節快樂。毋過愛記得肉粽莫食傷濟哦，因為糯米較歹消化，若是食傷濟咧，腹肚會無爽快。
好，我是Lisa，今日影片就到这。恁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袂记帮我试一下赞，佮爱分享出去。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袂记帮我试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拍开边仔迄个小铃铛，安尼较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佮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